所谓发展部第27成立一周年啊，今仔日早起也有说明未来的重点政策，也有施政的进度。为了要降低民众和假做政府的假信骗去，要规划出政府专用的假信平台，中央和地方政府未来会当透过111这座号码呢来发假信，按照今年9月底要开始试办。是曼赤肯，这是你的青春，这是短码简讯。放送影片展示市政成效甲上新的规划，就要第一次成立满1周年的所谓发展部，向媒体认地开讲，说明政策推动。部长陈凤阁伫会中宣布要推出政府专属的底码短信平台111。有的时候反而被认为是诈骗了，所以对我们这个民众啊，区分什么是政府的来的简讯哦是不利的。以后收到政府的相关机关的简讯的时候，只要看13码的111就知道这是政府来的。但是最后的目的是各级的政府机关，包含地方政府，都可以运用这样子的方式。由行政协定政府专用底码简讯平台，目前已经协调电信业者，伫简讯发送这边检核把关，按算9月底试办，要互民众更较会简单来辨识，杜绝互假冒的政府简讯来诈骗。伫这时阵，数位部也规划要开放 WiFi 6E 的新频段，强化台湾的数位准性。我们有开放了6 GHz 的频段哦，那给 WiFi 6E 跟未来 WiFi 7，它可以蛮有效的提升大概2-3倍啊左右，就是总传输的频宽传输量。报告施政成果甲规划，面对媒体质疑，部会成立1周年成效无好，出差伤过大，双方伊是安尼讲。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，就是高层次的资安联防的直接会谈。这个在疫情前我还在担任数位政委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完全没有的。但是现在就是像以色列这些国家，我们不但去，而且去了是可以公开的，甚至可以在他的资安大会上面去演讲，我觉得是蛮有成效的啊。另外，第2年的目标，唐凤表示会放伫网络顶数位公共建设顶悬，资安法的部分按算今年底进程会提出草案，其中也规划增加资安专职人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